國教育方科 More About Polynomial MC Quiz 嘅第16題啊，呢條題目咧就叻咗 f(x) 係 divisible by 呢個嘅 x 加二啦。以下有邊個 f(2x 加3)嘅 factor 咧？首先我哋知道咗 f 嘅負2啦，係等於0啦，因為佢係 divisible by x 加二啦。依家要我哋揾 f 嘅2x 加3嘅其中一個 factor 咧，如果我哋想令到 f 嘅2x 加3咧，亦都係等於0嘅話咧，2x 加3咧就必須要等於負2啦。咁樣最後得出嚟咧，就會知道 x 咧，x 就要等於負嘅5/2啦，用 factor theorem 去做啦。x 再加翻5/2咧，其實係其中一個 factor 嚟嘅。咁但係咧，上面嘅答案咧就似乎冇呢個選擇喎。x 嘅 x 加5/2其實亦都係等於咧2x 再加5嘅意思啦。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C 啦。